让开，不然我杀了他！别敢过来！千万别乱来啊！你逃不出紫禁城的！你给我走开！走开你们，不然我杀了他！随我上摘星楼，别耍花样。好，我随你上去。把这包围起来！决议居士，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。刘师傅，不如我们来做个交易。你只要别跟他们出卖我跟朱哥哥的身份，更不会出卖明珠谷，我就保你安全的离开紫禁城。你以为我还会再相信你吗？我万万没有想到，你们居然会出卖我，来换取康熙的信任。好，我要活着到颠都见王爷，告诉他你们明珠谷联盟与他结盟根本就是假的。皇上，花儿，你别怕，朕一定会救你出来的。哎，皇上，你不能去啊，上面太危险了。皇上，你可千万别轻举妄动，让你身边的人也别强过。奴婢还年轻，奴婢还不想死呢。把兵人都收起来，把兵人都收起来。六师傅，你看到了吧？皇上还是很在意我的。早知道你这丫头如此能耐，当初我们6位师长又何必下费苦心，培养倾城来试这个美人计？刘师傅，咱们何必两败俱伤呢？只要你不出卖我们的身份，我保你安全。再说了，你现在别无选择，只能相信我。若非万不得已，我也不希望两败俱伤。但是，你要随我一起离开紫禁城，去颠都见王爷。好，一言为定。